那高雄的贵港磅空伫昨下晡发生高峰机落落来意外，造成磅空内底大塌车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港务公司怀疑是拖板车去无细致去弄到高峰机，高峰机在海去。那昨昏7点半已经清理好势，嘛已经恢复正常的通车。车伫咧磅空内驶甲顺顺，突然间看到头前的情景，驾驶惊一个。好加在驶无紧，会挥动。验过磅空顶3台高峰机将咧摔来，飞倒伫咧路中，土粉淹甲规个。搁看一遍代志发生前的情形，敢若是头前这台拖板车弄到。这个车子叫做平柜式的货车，那肇事原因就是它的柜门未稳妥固定。就已经通过海关才入去磅空内，那也搁去搞到或者是弄到高峰机，这是警方要调查的重点。港务公司怀疑拖板车的平板拄啊，可能无固定好，才会突然间存管去弄到。他到隧道前面的时候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个柜门就像变形金刚一样升起来，就像头发翘起来一样，过去就把风机翘下来了。3台高峰机初步估计损失是900万，好加在无人员伤亡，因若机电往前定方向被迫关闭，全线无法度通车。现场先改由前定往机电方向的磅空双向通车，一直到暗时7点半，现场处理好势，才恢复正常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